11月26日被公眾注意的危險，象徵住各種事業和思想的人物能滿足人的某種深層願望。我們護戒協會的會員對此沒有異議，但我們必須清醒面對這樣一個現實：處於眾目睽睽之下有不少的危險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140141頁。作為已經康復的試走者，我必須努力將 AA 方案的原則付諸實踐。這些原則是建立在誠實、真實和謙卑的基礎上的。在我預走的時候，我總是試圖引起公眾的注目。現在我已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，認識到了自己缺乏誠實的態度，即便是為了傳播 AA 的康復訊息，這樣的正當理由而去尋找名望，也是不誠實的行為。是否以協會戒酒為中心，以及它所產生的奇蹟去宣傳，不值得更多嗎？為什麼不讓周圍的人去欣賞協會帶給我們的變化呢？這就是我對 AA 協會做出的最好推薦方式。